谁啊？小白。这么晚了。我估计他们已经发现我回来了。今天让我回家，楼底下钉了2个尾巴。我到你这儿来绕了好几圈才上来的。他们现在已经盯得这么紧了，咱们赶紧行动吧。你查到什么了？差不多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李玉忠吗？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他们在利用学生运送毒品，其中就有你们班的李玉忠。行，这事儿先不着急，等我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。那这2天你就先住我这儿吧。住你这儿？你这儿安全吗？废话。子言哥，小白他们还没死。跟所有人说，先别动，等廖学兵跟小白死了以后再动。可是我，可哥，元哥不是说全都停下来了吗？哪有他们那么多废话？就他妈这么点东西，赶紧弄完不就得了吗？是。还有，让你把小朋友们这样都跑2趟，然后都给我消停了。明白。去吧。你们都怎么了？怎么个个像霜打了茄子似的呀？苗老师，你快救救我们呐！我们快被卓老师折磨死了。就是，我们强烈怀疑他精神病没好，又变成虐待狂了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这卓老师都为了你们好嘛，你们一个要好好的，他也不会怎么样你们嘛。苗老师，你完全不了解情况嘛！我觉得卓老师回来完全是打击报复我们的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我承认呢，卓老师的手段是有点极端啊，我会向学校反映的，也会找个时间跟他谈谈。最关键的还是你们嘛，你们一个要不是这么懒散的话，他也不会这样严格对待你们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上课吧，翻开第7页。哎，李玉忠又没来上课啊？老师，他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请假。又请假？啊，他说病假，他说他生病了，但我估计他是被卓老师修理怕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这个在山那边啊。李玉忠，今天你赶紧去一趟。飞哥，你这让我送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不该知道的你别瞎问。那我得送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这2天勤快点，该跑的跑完，咱就算没事了。没长眼啊你！哎，
学生管理开个会，你作为高二班的班主任，一定不能缺席。诸位，今天我们开会的议题主要讨论的是学校的校风建设，还有学生的管理问题。下面先请校长给大家讲一下。校风建设呢，确实是一个学校的重中之重，甚至它比升学率还要重要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，主要是想听听卓老师的意见。校长，我提议设立一个每周一星制度。每周一星是什么东西啊？所谓每周一星，就是讲所有学生各方面的表现和学习成绩综合在一起进行评定，每月总结一次。评定最低的学生将公布在公告栏里，进行通报批评，并在每周的学校的例会上站在主席台上接受批评旁听。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俗话说知耻而后勇，对待这些顽劣落后的学生，就应该有一个强硬的态度和方式，才能让他们长一个记性，才能激发他们的斗志。卓老师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会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，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。梁老师，诸位，我倒是觉得这个建议啊，有可行性在里面。相应的惩罚机制还有这个正面引导啊，它并不冲突，是不是？对。惩罚我们需要，但同时奖励呢，我们也离不开嘛。啊，对待非常的学生，就应该采用非常的手段。卓老师，我觉得这些同学没有什么问题，不需要用什么非常的手段来对待吧？你这是偏袒。好了，这个问题先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那就这样吧，卓老师的意见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议。都听说了吗？今天开校长会的时候，廖老师和那姓卓的吵起来了。是因为咱们的事儿吗？听说那个姓卓的想整什么每日一星，廖老师不同意。这家伙也太嚣张了吧！他回来这段时间完全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啊！就是，岂止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根本就是来报仇的。不行，看来咱们必须得找个办法，好好收拾收拾他了。不好吧？廖老师不是让我们听话吗？哎，怕什么呀？咱们把他弄走以后，就没有人跟廖老师生气。哎，小丹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这家伙不是教化学的吗？我有个办法，我们下堂课可以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同学们请看，这是一根沾有浓盐酸的颗粒棒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盛有氨气的试管口上，发现它如果出现白烟，这就说明啊，这个氨气已经充满试管。老师，你说它会不会爆炸？当然不会啊，在空气条件下，浓盐酸和氨气混合在一起是绝对不会产生爆炸的。大家注意观察。没炸啊？什么问题？啊，刚才这个试验呢，出了一个小失误啊。接下来咱们再重新做一遍啊。咱们首先制作试管里的氨气啊，接下来我们检验一下，看这个氨气是否充满试管。大家注意观察，看它会不会产生白烟。如果产生白烟的话呢，就说明这个氨气已经充满试管。大家注意观察啊。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是谁？是谁？周老师，真的不是我们一直在认真学习。是啊，周老师，不是您一直在那弄吗？是谁动的我东西了？
老师，我们哪儿懂啊？你是不是加错什么东西了？你们，哎，周老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哼！好，放学。走，政委落幕。你跟我说你这位置，我大神，走了。吹牛逼！哎。你们今天化学课上怎么回事啊？周老师怎么变那样了？廖老师，你不至于吧？怎么什么事儿都怨我们呀？就是这个事跟我们没有关系的。跟你们没关系，周老师自己把自己炸成那样啊！我也奇怪周老师为什么会这样，是不是他精神病又发作了，引起的幻觉，自以为刀枪不入，就搞了个爆炸实验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给我适可而止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老师，眼看就是下次再教育我们吧。放学都10分钟了，那放学走。叶玉虎，叶玉虎，我一直都知道你挺喜欢我的，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那个样子。我觉得你以前挺好的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本来打算拿我怎么办？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是说让我当你女朋友？然后呢？如果负责任的说，等我们毕业了，能不能在同一个地方，都还不知道呢。我都想好了，等你毕业，不管你去哪，我都跟着你。跟我去啊？陪读？没有听说过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跟我读同一所大学呢？你的成绩那么好，叶玉虎，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对你有所改观的吗？篮球联赛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勇敢有拼劲的人。那个勇往直前、无所畏惧的叶玉虎去哪儿了？那真的有希望吗？这个就要问你自己了。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，不就那几门功课吗？我没有觉得有多难。你放心，我也会帮你的。我希望我们能读同一所大学，你明白吗？嗯。李玉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？找你半天。廖老师，我跟我来。吕忠，怎么回事啊？前2天，李飞过来找我，让我给他送点东西。我说我要不去的话，他们天天找人堵我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们说上次的事还没完，我要是不干的话，他们连你一块收拾。李玉忠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惹的是什么事儿啊？廖老师，我之前想找你来着，可是最后我怕他们再把你伤着。算了，明哥，想想之后该怎么办。
你还按原来那样，把东西给人送过去，我会让小白哥暗中保护你。听有没有啊？